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2月29日 AKA 3月1日星期日，有識之士明生日快樂。3月1號發生嘅事係英雄聯盟 LOL 韓國冠軍聯賽杯賽總決賽，即係 LCK Cup Final， 首度衝出韓國嚟有香港喺香港啟德體藝館展開。然後第一日嘅敗者組決賽由呢個 BFX 打 DK， 然後 BFX 3-0贏咗 DK， 拎到呢個全球先鋒賽參賽資格，然後都會喺今日3月1號同呢個 JG 打冠軍賽。因為 Navi 完全冇印象，直播有見過明提起任何中意玩咩 game 之類嘅說話，所以都唔知你有冇打 LOL 呢？今年想對明講嘅嘢係，你依然係最掛住 Navi 嘅嗰個人。Navi 發現咗 Navi 冇出現嘅時候，你好似真係完全唔會俾會員 SC 咁樣，但係其實Navi 都唔太知有啲乜嘢嘅咩呢？有啲咩直播或者有啲咩情況適合出現？因為有時會覺得好似好多直播主題好多企劃都係由大家建開嘅新比負責直播或者負責諗處理，可能會效果好啲。對外聯動嗰啲都係，所以 Navi 就會覺得啊，好似都冇 Navi 啲咩事咁樣。再加上 Navi 又講嘢講唔到太耐，直播時間又好受限制咁，係咯，可能都係睇呢個 3D 嘅幫手，負責 3D 嘅小精靈幾時得閒啲，之後先一次過錄多啲 3D 跳舞嘅片或者其他片慢慢放出嚟咁樣。因為尋日處理咗 AT03 之後，應該有一排唔會掂 3D 住，所以可能再等下啦。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希望你除咗晒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每日都開開心心啦，拜拜。